这个背玉有诶起业的声，惨啊！伊无听话，无受教示，无倚靠上主，无亲近伊家己的上帝。伊的贵族伫城内是远远吼的狮，伊的审判官是迷视的豺狼，连一块骨头都无留到天光。伊的先知讲话无负责，做人诡诈。伊的祭司拍拉三圣所，滥用律法。伫因中间的上主是公义的，无做不义的事。伊逐早起施行审判，绵日无停。毋过不义的人毋知见笑。上主讲：我已经消灭列国，毁坏因城角的塔。我互因的街路冷冷清清，无人经过。因的城荒废，无人留伫遐，拢无人徛起。我讲，你应该着敬畏我，着受教示，才免城内的厝照我的判定受糟灭。毋过，因颠倒不断做败坏的代志。上主阁讲，所以恁着听候我，甲我起来控告列国迄日，因为我已经决定要调集列国，诛杀列邦，将我的大受气对因摒落全地，一定会互我猛烈受气的火吞灭。迄时，我要洁净万民的喙唇，互因通求叫上主的名，同心一意，服侍我。我拍线的子民会对古时的河迄边转来，对我祈祷献礼物。伫迄日，恁袂阁因为一切得罪我的事见笑。迄时，我要对恁中间拄去夸口骄傲的人，恁就袂阁伫我的圣山自高。我会留善车卑微的人伫恁中间，因会倚靠我上主，得到保护。以色列所剩的子民袂阁做歹，袂阁讲白贼，厝内无开闸的子，因会好食好困，袂阁互人吓惊。锡安啊，着欢喜唱歌；以色列啊，着大声欢呼；耶路撒冷啊，着满心欢喜快乐。上主已经撤销对你的审判，将你的对敌赶走。上主以色列的王甲你同在，你免阁惊灾害。伫迄日，人会对耶路撒冷讲：锡安啊，毋通惊，毋免骹酸手软。上主，你的上帝甲你同在，伊有大气力施行拯救，伊会因为你欢喜快乐，伊会因为疼你，互你的性命换生，阁因为你欢喜唱歌。上主讲：我要诛杀遐会因为袂当受罪、心艰苦的人，互因免阁担受凌辱的重担。迄时，我要刑罚欺压恁的、解救骹歹的、诛杀受放逐的。我要互遐个伫逐所在受凌辱的，得到称赞甲尊荣。迄时，我要甲恁诛杀，带恁转来。我互恁这个受掠的人恢复欢迎的时，恁
我亲目看到恁伫地州万民的中间，得到称赞甲尊荣。上主安尼宣布：